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刊憲生效。立法目的係防範、制止以及懲治同香港特區有關嘅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等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分裂國家罪係指任何人或組織策劃、參與或者實施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嘅行為，包括將香港或中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非法改變其法律地位，將其轉歸外國統治，無論有否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亦屬違法。顛覆國家政權罪係指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參與實施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嘅行為，包括推翻、破壞國家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政權機關，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央或者香港特區機關依法履行他們的職能，攻擊、破壞香港特區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致使其無法正常履行職能，均屬違法。恐怖活動罪係指組織、策劃、實施、參與實施或者威脅實施恐怖活動，以脅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或者國際組織，又或者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張。具體行為包括針對人的嚴重暴力、製造、非法管有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以及以其他形式準備實施恐怖活動，亦屬違法。另外，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都屬犯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係指為外國或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嘅國家秘密或者情報，即屬犯罪。若請求或者串謀以上單位直接或間接接受佢哋嘅指使、控制、資助、從事操縱香港選舉，嚴重阻撓政府政策，對中國或香港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都屬違法。另外，如果以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嘅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亦同樣屬於危害國家安全行為。